嗨，大家好，我是坦明叔。今天是2025年1月1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1052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第156天。根据战争研究所的说法，乌克兰利用苏贾附近冰冻地形，绕过俄罗斯在库尔斯克的雷区。随着不断的推进，乌克兰武装部队击落了俄罗斯的无人机，占领比尔丁为俄罗斯的主要物流中心，也就是乌军把比尔丁的主要的道路已经封锁了。俄军在苏贾北部损失惨重。泽连斯基他说，目前扎波罗热救援行动正在进行中，俄罗斯对该城市进行了炸弹袭击，袭击对象只是平民，不幸的是共有13人遇难。泽连斯基说，他说我向家人和朋友们表示哀悼，说了俄军在1052天的时候对乌克兰的这种无差别攻击。泽连斯基发表了这个讲话，这是对这座城市对普通民众来说是一个直接的打击，这是俄罗斯军队完全蓄意的袭击，这是再次证明了俄罗斯真正需要什么，他们只想要战争和受害者。这是泽连斯基说的。乌军收复托列斯克阵地，也就是库尔斯克，一天击毁俄军5套防空系统，库尔斯克反攻进入第3阶段。F-16战机破世界纪录，乌军在库尔斯克发动新的大反攻，俄方称攻势已被击溃。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说，俄罗斯武装部队向扎波罗热推进，轰炸了这座城市的马达西奇工厂。该工厂为乌克兰军队生产无人机，在此之前，该工厂曾遭到导弹袭击，但其弹头不足以阻止这个前苏联巨人的工作。今天，该工厂在工作日中遭遇 FAB 炸弹的袭击，导致生产停止。乌克兰媒体正在报道平民伤亡情况，也就是俄军用 FAB 3吨重的炸弹，也可能是2吨重的，也可能是1.5吨重的，就是它是 FAB 航空炸弹袭击了马达西奇的工厂，说明俄军已经是丧心病狂，已经是在1月2号之前要取得一个成果。比如现在库尔斯克天寒地冻，俄乌双方实际上在库尔斯克战线没有太大变化，乌军现在在处于个攻势，当然占了更多的库尔斯克的领土，但是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俄军对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也发动进攻，比如说红军城，实际上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什么变化。离这个1月20号特朗普上台还有10天，所以双方要在这10天里面多做一些动作，多获得一些战果，实际上是非常难。特朗普当了总统以后，到底会怎么处理俄乌战争？他什么态度很难说。特朗普选的俄乌战争那个代表叫凯洛格，他说他的目标是努力在特朗普就职后头100天内找到结束战争的解决方案，已经不是24小时，而他已经大口一张变成100天。他说100天以内找到结束战争的方案。凯洛格说，他说人们需要明白，特朗普并不是想给普京或俄罗斯人任何东西，他实际上是想拯救乌克兰主权并保证他的安全，他将保证这是公平和诚实的。凯洛格强调，他特朗普和他本人都意识到，他们找到战争解决方案的时间不多了。实际上，就是特朗普本来说24小时解决战争停战，现在特朗普已经放弃了，他认为他解决不了。那这个对迪波老人来说那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迪波老人现在他就想着，特朗普一上台之后真的能停火，一旦停火，不管怎么停，实际上给迪波老人一个台阶下，只要打下去，对迪波老人来说对普京来说那都是没有办法解决。只要停火，不管怎么停，不管是乌克兰以领土换和平，还是俄罗斯让出实际利益，只要停火，对迪波老人来说都是一个机会。但是从特朗普和他的团队目前的表态来说，想停火没那么容易，恐怕不是24小时，而是半年都解决不了。这个就是咱们以前一直分析的，迪波老人要停火，那他必须要做出让步，但实际上他也没法让，因为扎波罗热、赫尔松、卢甘斯克、库尔斯克还有克里米亚都已经公投加入俄罗斯了，这地方他没法让。但是对乌克兰来说，这地方他也不能让，所以双方没有谈的余地。现在是普京希望特朗普一上台，因为特朗普目前不管怎么说，他的态度和民主党不一样，民主党是一直要
援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侵略。但是特朗普他态度不一样，他是左右摇摆，你很难摸准他的脉搏。特朗普他还没上台，他就开始打叫格陵兰岛的丹麦的一个殖民地。格陵兰岛上面一共好像是5万多人。人也少，好像格陵兰岛上面人口主要是以因纽特人为主。大家搜一下因纽特人是干啥的？简单的说，就是生活在原始社会。特朗普出于他的地缘政治需要，他现在说他要占领或者叫什么拥有格陵兰岛。记者就问他，你是不是排除用军事手段？特朗普他就是不说什么意思，就是他不排除用军事手段占领的格陵兰岛。特朗普还让这个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完了也把那个墨西哥湾改成叫美国湾。就特朗普现在这个做法呀，让人很尴尬。就是说很多人认为美国啊，它是个灯塔，结果灯塔为什么这么干？你是民主，你是叫什么自由主义，你是一个世界老大，你是灯塔，你怎么能干这事呢？你还占领巴拿马运河，你要占领格陵兰岛，很多人理解不了，我也理解不了。特朗普是美国人选上来，只能说明美国偏差，你很难说什么原因，就是你只能说美国出现偏差了，选上这么个总统。特朗普他喜欢普京，他喜欢独裁，他喜欢一言，他已经还没上任，他就开始要研究那叫什么经济什么紧急法案，我名字可记得不对，也就是一旦他实行这个法案之后，他就可以在关税这块，他就很灵活，想收税关税收关税，想加征关税就加征关税。没有人想到特朗普是这么一个人，他可以赤裸裸的叫格陵兰岛。格陵兰岛虽然是殖民地，但它属丹麦对格陵兰岛有主权、外交和军事，但是格陵兰岛一直高度自治，一共就几万人，他是高度自治啊。特朗普已经派他儿子去格陵兰岛，其实这个谁也说不好，特朗普什么意思？他是真的要那个岛，还是要怎么样？还是只是需要资源？因为大家知道格陵兰岛上有锂矿，稀土和锂矿正好可以对抗大国的制裁，因为咱们主要是稀土。这个特朗普到底是以进为退？他先说我要吞并这格陵兰岛，以这个为这个幌子，实际上他是想达到一个，你这个岛上所有的锂资源还有稀土都归美国所有，这也是一种可能。特朗普3人谈判，先给你增加困难，提高门槛，后面再慢慢的降，这个也是一种可能。我想说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特朗普他突然说俄乌战争24人解释不了，要100天半年，也就是特朗普的话全世界都信，但是实际上他不值得信。这特朗普他食言很多，比如俄乌战争24小时解决，他现在已经承认解决不了了，还有很多其他的。关于格陵兰岛，他动的不是丹麦的奶酪，他动的是整个欧盟的奶酪，所以这些国家受不了了。大家知道吧？是北约，欧盟是欧洲这些国家，比如说德国、法国、意大利，欧盟啊是个整体。那丹麦也是欧盟，格陵兰岛也属于欧盟，是欧盟。所以特朗普他要占领格陵兰岛，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什么理不重要，重要是整个欧盟的态度。就丹麦它太小了，它没有办法抵抗美国，丹麦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就是抵抗。丹麦说了，格陵兰岛可以公投，可以独立。丹麦说的，格陵兰岛可以独立，但是格陵兰岛不能加入美国。人家说的很清，你可以独立，你独立了也是欧盟，你可以独立如丹麦，你不归丹麦管，可以，丹麦能理解，他愿意接受，但是你独立之后，你还是欧盟的，你不能加入美国。所以大家记住了，法国已经表态了，因为特朗普说了，他不排除用军事手段占领格陵兰岛，所以法国就说了，坚决反对，对吧？你有1000个理由，你也不能占领格陵兰岛。实际上大家都反过来了，理论上说格陵兰岛已经在美国手上，因为格陵兰岛上面一共是5万人，它这个高度自治的一个小岛，这个岛上有美军基地，也就是说丹麦、欧盟，如果你不舒服，你不想让这格陵兰岛变成美国的，你能派部队去吗？人家美军基地就在上面，所以这个对欧盟、对丹麦来说都是个麻烦事。这个特朗普起这么高的调，到底是真的想占格陵兰岛，还是说在这个谈判中占更多的这个主动权，不好说。特朗普这么做法，说实话有点纠结，让人感觉美国怎么能这样？你能占格陵兰岛，那人家俄罗斯占克里米亚，好像天经地义。所以特朗普他居然说他理解俄罗斯不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个已经写到石头里。也就是说，这个特朗普他跟普京沆瀣一气，他理解普京侵略乌克兰是因为乌克兰加入北约，所以特朗普说了这是拜登的一个败笔。但是我觉得特朗普过分了。有网友说我反对特朗普，支持哈马斯。我昨天节目也说了，我反对特朗普是因为特朗普他在支持乌克兰这事情上面有不确定性。哈马斯，我为什么支持哈马斯呢？因为我为什么支持哈里斯？为什么支持他？美国的副总统，是因为他一旦当了总统
总统，他支持乌克兰是一个确定性的事件，无非就时间耗得长一点，但是他一定会支持乌克兰。慢慢，特朗普一上台，他可能就不支持乌克兰。我想这就是我不喜欢特朗普的原因。他在俄乌冲突中，特朗普是倾向于俄罗斯的，这个我不能接受。至于俄罗斯这一次如果战败了，俄罗斯会怎么样？他很有可能分裂成10几个国家，大家可以看视频。俄罗斯一旦战败，或将面临2次解体，哪些地区最有可能独立？俄罗斯拥有194个民族，85个联邦主体，其内部声音并不是一致的。如果俄罗斯在冲突中失败，那么西方会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生存空间，甚至肢解俄罗斯。那么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哪些地区有可能独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观看的过程中，不要忘了点赞关注。1. 车臣共和国。车臣共和国位于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拥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车臣共和国盛产石油和天然气，其石油开采、石油加工、化学及其制造较为发达。它连接着俄罗斯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之间的石油和铁路线。车臣地区是进出高加索的咽喉要道，因此先后受到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的入侵。16至17世纪，俄罗斯开始影响车臣地区，18世纪后开始武力征服车臣。19世纪，沙俄完成对车臣的殖民。苏联成立初期，国内尚不稳定，车臣陷入无政府状态。1922年，苏联将车臣地区划成车臣自治州。二战爆发后，车臣民族主义泛滥，导致车臣人仇视苏联制度，为了独立，甚至与纳粹德国合作。1944年，斯大林掌握车臣通敌的证据后，将38.7万多车臣人强制迁移到哈萨克斯坦，直到赫鲁晓夫执政才允许其迁回。苏联解体后，因为俄罗斯政府与寡头争夺车臣石油资源，1994年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车臣所在的高加索地区内有复杂的民族矛盾，外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侵袭，因此一直是苏联分离主义的领头羊。在苏联解体的刺激和西方的干涉下，车臣矛盾进一步激化。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在战争中，美国耗费了50-60亿美元支持车臣武装，两次战争都极为惨烈。车臣是穆斯林区，与俄罗斯东正教信仰不同，现在对俄罗斯的服从更像是建立在车臣领导人对普京的忠诚上。如果俄罗斯真的面临再度解体，那么车臣恐怕会争取独立。2. 鞑靼斯坦共和国。鞑靼斯坦共和国位于东欧平原东部，距离哈萨克斯坦不足200公里。鞑靼斯坦面积约6800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388.5万。该地区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在此基础上，鞑靼斯坦有发达的机械、石化、制革业等产业，主要工业中心有喀山、阿尔梅济耶夫斯克、切尔内、夏卡姆斯克等地。鞑靼斯坦在俄罗斯内部拥有超然的地位和特权，该地区以国家的形式与俄罗斯联邦联合，在财政、税收等方面享有特权。苏联解体前夕，鞑靼斯坦曾要求独立，苏联解体后，该地区举行了独立公投，61%的民众同意独立。但是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惨烈打消了该地区的独立计划。鉴于其特殊地位，如果俄罗斯解体，该地区有一定的可能独立。3.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位于亚欧交界处，人口超过400万，行政面积为143600平方公里。巴什科尔托斯坦是俄罗斯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也是俄罗斯的石油开采区之一。该地区的各个炼油厂可以加工石油达6000万吨，其石油加工量为全国总量的1/8，石油加工的深度超过70%。巴什科尔托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共和国，境内有110个民族，民族的多元化也导致了该地区的政治不稳定性。2022年9月，俄罗斯宣布部分动员时，该地区就爆发了抗议活动。今年1月，巴什科尔托斯坦爆发示威活动，要求现任共和国领导人下台，并释放反对派领袖。4. 库尔斯克州。库尔斯克州位于俄罗斯欧洲部分，面积 2.98 万平方公里，其西部和西南部与乌克兰接壤。库尔斯克州处于黑土带，因此适宜发展农业生产。该州的粮食年产量为200万吨。库尔斯克州有丰富的资源，其铁矿运含量居世界前列。受此影响，该州的冶金、机械、金属加工、石化、电力等工业较为发达。此外，库尔斯克的塑料橡胶产品、染料产品在俄国内居重要地位。
3月11号，库尔斯克州遭到乌克兰炮击，同时根据网络消息，库尔斯克州近期遭到俄叛军进攻，并发起独立公投。5. 别尔哥罗德州。别尔哥罗德州位于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南部，其西部与南部与乌克兰接壤。该州面积约 2.71 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200万。别尔哥罗德州位于中央黑土带，1/3的土地都是黑土，因此适宜农业发展，是俄罗斯甜菜加工和白糖生产规模最大的州。该州拥有十分丰富的铁矿，蕴含有俄罗斯 40.5% 的铁矿。此外，别尔哥罗德州还有储量极为可观的铝土矿和磷灰石矿，矿产资源成为别尔哥罗德州工业发展的基础。该州采矿、机械制造、金属加工等产业是重要经济部门，金属原料和轧钢是其主要出口商品，占出口的 96%。别尔哥罗德州属于俄罗斯的中央联邦区，首府别尔哥罗德市距离莫斯科约695公里，这里基本位于前线，是俄罗斯重要的后勤保障。自冲突开始就经常遭到袭击。2023年8月15号，乌克兰曾经表示要将别尔哥罗德州作为加入北约的敲门砖。今年3月14号，别尔哥罗德州多次遭到乌克兰袭击，俄防空系统当天在别尔哥罗德州上空击落12架乌军无人机，拦截8枚火箭弹。3月19号，别尔哥罗德州的格莱沃隆地区遭到乌军持续炮击，9000名儿童被疏散到其他安全区。与库尔斯克州一样，别尔哥罗德州也遭到了叛军袭击，叛军在占领区发起独立公投。这个视频就说明了俄罗斯它很有可能如果战败它就解体。为什么解体？很简单，它是这个解体不一定非常准确，但是到时候一定是按照这个界限去分的。刚才说了啊，一旦俄罗斯战败，俄罗斯的一个是巨额赔偿是谁承担？你跟俄罗斯政权跟这个夫以娃以金绑得越紧的地方，你到时候承担的越多。所以到时候一旦俄罗斯失败，一定有很多加盟共和国就会独立。为什么独立？就是我不想承担这个战争的债务，没有，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一旦俄罗斯只要失败，一定会被肢解，不是别人肢解他，而他自己会四分五裂。那么这个对黄俄来说啊，又是一个研究的机会。就是说俄罗斯没了，但是俄罗斯人不还在吗？普京这个政权没有了，是说俄罗斯就完蛋了？不一定。我认为一旦俄罗斯失败，俄罗斯解体之后，四分五裂的俄罗斯说不定发展的会更快，因为他们第一，因为他们不承担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赔偿，这赔偿都是夫以娃一金，他们地区这些国家为了不赔偿，他们甚至可以独立，他不必然承担俄罗斯的债务。这就是为什么一旦俄罗斯战败，这地区必须独立，因为你一旦独立，你不用承担这个债务，这些罪任、这些责任、这些问题都是夫以娃一金造成的，都是俄罗斯造成的，跟什么图瓦共和国没关系。我图瓦共和国就不用承担这个债务，我独立。所以根据刚才那个视频，俄罗斯只要一失败，一定会四分五，这是必然，而不是偶然。刚才咱们说了啊，就是特朗普对格陵兰岛心心念念，想拿下格陵兰岛。我目前来说啊，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就是特朗普啊，也有可能他为了谈判，拿那个岛上的资源，他出这么一招，以进为退，也有可能。布林肯说了啊，记者问他说，特朗普要不排除用武力占领格陵兰岛。布林肯这么说啊，布林肯说这很无聊，我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他认为这个特朗普就是制造噱头，就是无聊。这个我相信布林肯说的，特朗普实际上就是制造噱头。他要加拿大成为他第51个州，人家加拿大根本不管是哪个党派都是骂特朗普，就是个商人，他喜欢起个高价，跟谁谈他是起个高价，起得越高让你还价，他就是态度。刚才咱们已经说了啊，俄罗斯一旦战败，那就是四分五裂，没有办法。所以说特朗普24小时结束战争，这个已经破灭了。那这个地波老人盼着停火，他喘口气，这个梦想也破灭了，还得打半年。按照特朗普的说法，100天还得半年，看看俄罗斯能不能扛半年。这个俄罗斯的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他说啊，特朗普重塑世界的计划不切实际。1月9日的消息啊，说这个美国单选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塑世界。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电报频道上描述了这位政治家创建特朗普式政治地理的计划。梅德韦杰夫称，特朗普希望建立一个明亮而多彩的新世界，与目前沉闷而灰暗的世界截然不同。说如此同时，梅德韦杰夫称这位美国政治家所有想法都是绝对不现实的。梅德韦杰夫接着列举了美国单选总统特朗普的3点计划。他写道：第一，大幅增加
美国的面积。我们把加拿大这个乡下夺过来，同时从丹麦夺走格陵兰岛。梅德韦杰夫把特朗普给墨西哥湾重新命名愿望列在了名单的第2位。在他看来，这让这位美国政治家想起了拉丁裔，就是这个梅德韦杰夫他批评特朗普这个政策，你这个扩张政策就是儿戏。问题是特朗普的扩张政策基本上他是不用军事手段，靠经济，靠压迫。你俄罗斯你这个扩张是靠军事，靠暴力，这俩还不一样。经济什么意思？那就说理呗，看谁受不了。你比如说欧盟，格陵兰岛是丹麦的殖民地，现在都叫殖民地。那美国人说了，你这个格陵兰岛实际上第一个事情要干的什么？公投要独立。格陵兰岛从丹麦独立出来，实际上就是从欧盟独立出来。你独立之后，你再公投加入美国，这个事情没有打仗，没有暴力，那靠什么？靠的就是钱。如果丹麦给格陵兰岛人的补贴不多，或者是美国特朗普给格陵兰岛人许诺的钱更多，格陵兰岛的人他就有可能公投加入美国。欧盟是受不了，法国、德国他们肯定是不同意。这就我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的说了，这个战打下去很有可能最后会导致什么一个格局？这个格局就是大国美国、欧洲变成3级。俄罗斯没事了，俄罗斯已经被肢解了，那最后就是3级是大国欧洲。你看看欧洲和美国之间关系是越来越僵，你把人家格陵兰岛占了，欧洲还能跟美国继续搞好关系，很难说。所以这个时候对大国来说机会来了，因为欧洲和美国它不是铁板一块，这个3级最后变成大国欧盟和美国这3级。地波老人一想到这个他就会吐血。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